溫市一名有精神病患嘅男子，尋日喺上晝偷走一部警車，並且衝向附近嘅公園，令到公園內數十個家庭慌忙走避。警方已經逮捕咗涉案嘅疑犯。周仲文報道。琴日上晝10點45分左右，溫市警方喺喜事定東街同 Samlin Drive 附近執勤嘅時候，一個男人趁警方冇準備，將未有上鎖嘅警車偷走，之後揸住警車衝向附近嘅 Templeton 社區公園。根據現場錄像顯示，疑犯揸住警車喺公園內橫衝直撞，現場有唔少小朋友大聲尖叫，幾十個無辜民眾被置於危險之中，而一個男人受到輕傷。警方喺案發大約3分鐘之後趕到現場，並將疑犯制服。疑犯係一個41歲嘅男人 Dustin Walter Telio， 佢已經被檢控盜竊、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等罪名。據了解，疑犯患有精神疾病，曾經被刑事指控超過50次。另一方面，琴日下晝溫市警方喺社交媒體上通報一宗案件，一個男人喺溫東一個公園隨意向路人揮刀，而附近有唔少小朋友玩緊，為民眾安全帶嚟風險。警方接報到場之後，已經將疑犯拘捕。新時代電視周仲文報道。